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6年2月8日星期日。以下由我小窮仔個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睇下每周小窮仔新聞天地新聞撮要啦。第一則新聞資料來自2月7日星島頭條新聞。我哋睇下個標題先。標題係港鐵站隱藏免費列印服務，影印斜線沖印照片都得做齊3部指定車站免費用。相信不少人試過外出時臨時需要列印或影印文件，但在街頭往往難以尋到相關服務。近日有港人驚喜發現，原來港鐵站一設施附有免費列印、影印及沖印服務。見到係港鐵站有得免費 print 嘢，有冇人試過？後來獲網民回覆指，原來該設施是中國工商銀行亞洲的遠程櫃員機 VTM， 同時附設免費打印服務。除了銀行客戶可，非客戶亦可免費使用服務，即睇詳情。日前有港人在社交平台 Threads 發文，指在港鐵站意外發現有免費列印服務。見到係港鐵站有得免費 print 嘢，有冇人試過？隨即吸引不少網民留言回覆，指出該服務其實是來自中國工商銀行亞洲的遠程櫃員機 VTM。據銀行的官方網頁介紹，香港及內地的新客戶無需提前預約，即可透過設於12個港鐵站的遠程櫃員機開立賬戶，註冊網上銀行及即時領取借記卡，同時附設有免費打印、影印及沖印服務。有網民及銀行客戶分享用後心得：南昌站、東涌站閘外嘅鋪位，大圍站就閘內嘅鋪位有。試過去印相，我係客戶，入返我電話號碼收 SMS 驗證碼就得，相紙係瓦面，效果免費嚟講算唔錯。這是工銀亞洲的自助開戶機，內地人、香港人都能開戶。旁邊的打印機是免費用的。全港現在有10幾間，可以在他們官網查分行網址篩選 VTM 查到。我哋嚟睇下呢則新聞。新聞資料來自1月25日星島頭條，標題係台北101 Alex Honnold 用91分鐘登頂，創零防護攀摩天樓紀錄。美國傳奇攀岩專家霍諾德 Alex Honnold 周日25日徒手攀爬508米的台北地標101大樓，在沒有繩、安全網和保護索帶下，用了1小時31分40秒成功登頂，創下徒手攀爬最高城市建築紀錄。霍諾德身穿紅色運動衣，早上9時登場，準備攀登樓高508米的101大樓。台北天氣良好，場外聚集大批傳媒和民眾目擊創舉，不少民眾架起長鏡頭和舉起手機拍攝，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更全球直播。他攀登前先與妻子和技術人員商談，早上9時12分開始攀爬，期間風勢漸大。霍諾德10時許已攀登超過60層樓，需運用特別技巧攀越長雲造型的外牆裝飾，途中向窗內的民眾揮手致意。最後霍諾德於10時43分登頂，在塔尖揮手致意，並舉起手機自拍見證自己創舉。這次挑戰預期需2小時，霍諾德提早完成。完成後，他乘搭升降機返抵地面。我哋嚟睇下呢則新聞。新聞資料來自1月10日星島頭條，標題係英國伯明翰雪夜驚現神秘粉紅天空，謎底竟與足球有關。英國伯明翰西米德蘭茲郡 West Midlands 周4、8日晚迎來一場罕見的大雪，將大地染成一片銀白。然而，令當地居民感到震驚的並非白雪，而是天空中出現的一抹神秘粉紅色光芒。這場奇觀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烈討論，不少人猜測是罕見的壯麗落日，甚至是北極光奇蹟降臨，但真正答案竟與足球有關。隨着大雪覆蓋西米德蘭茲郡，從伯明翰市中心到斯塔福德郡 Staffordshire 的海德內斯福德 Hednesford， 許多居民都拍到了天空變成紫粉色的震撼畫面。當晚正值2026年首場命名風暴哥雷蒂Storm Gerety 雜英，天文台發出橙色雪災警告。BBC 氣象專家對此現象解釋指，當時厚重的雲層與飄落的雪花形成了高度反射的表面。當強大的地面光源射向天空時，雪粒子與水滴會產生折射與散射，
其中波長較長的紅光與橙光更容易穿透，最終令天空呈現出迷人的粉紫色。我哋嚟睇下呢則新聞，新聞資料來自2月7日 RTHK 新聞，標題係沙田月明村跨代共融休憩設施啟用，房協暨不同年齡層共享。位於沙田月明村的休憩設施跨代共融遊樂空間今日啟用，項目由房協及理工大學社會創新設計院合作規劃。房協主席凌家勤表示，項目的設計原則是希望讓不同年齡層人士可以一同享用有關設施，並期望項目起到示範作用，讓這種跨代共融休憩空間的模式能在全港不同屋苑，無論是私人屋苑還是公共屋邨都能推廣。大家對以上呢4則新聞撮要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